出去咁嘅情況。徵暗盤公屋一人單位。不過呢一日，從事地區工作嘅黃曉芹同劉雅全喺網上平台仍然揾到大量嘅暗盤貼文。咁除咗有人放租單位，仲有唔少人徵暗盤。有機會裝修，自僱人士有收入證明，都好貴嘅6000蚊。咁到底情況有幾猖獗啦？佢哋試下開帖話想揾暗盤，唔夠幾日已經有人揾上門。佢話上水有一個盤，即係有個放租嘅，咁就大概300幾尺8000蚊。咁跟住我就問佢有冇多啲資料啦。咁隔咗幾日，佢話其實個盤已經冇咗啦。咁我見到咦，其實都好搶手喎，即係好多人都喺度揾緊咯。即係如果我可能1、2日冇覆佢，其實已經租唔到個盤。呢啲租上租嘅公屋暗盤，月租由幾千蚊去到過萬蚊都有。不過而家一般公屋嘅月租只係大概1000幾2000蚊。黃曉芹認為租戶利用公屋嚟賺錢係浪費緊公共資源。會有好多真正有需要嘅人士，佢可能排緊公屋嘅時候，咁佢哋真係想住，但係調翻轉頭，其實你能夠可以拎得間公屋出嚟放租嘅時候，咁你個需要嘅程度有幾大呢？係咪？咁就會唔會製造一啲社會嘅上面嘅一啲唔係咁公平嘅事情呢？房署舊年年底話會派人監察小紅書、Carousell 等等嘅網上平台，一發現有人濫用，就會展開追查。不過黃曉芹話，佢哋今次發帖嘅經驗，反映而家署方監察嘅力度仍然遠遠唔夠。Carousell 嗰啲其實都係一大堆嘅，即係你會見到可能係不論係沙田啊、九龍啊，其實都好多咯，係啊，咁屯門元朗都有。房署可能要考慮多啲增派人手，或者係多啲巡邏，或者佢加強一啲懲罰嘅機制啦，咁先至會有一個阻嚇性嘅作用咯。而家當局揾到濫用公屋單位嘅個案，其實租戶仲可以上訴。咩情況之下可以酌情處理？而家嘅罰則又有冇足夠嘅阻嚇力？我哋下一節再睇。